嗯，嘉义埔子配天宫绕境活动，农历3月13号，农历4月19号。还有业余队，你看，棒球队还有业余队，学校都有参加。在金城市这边。各地庙会有它的特色，棒球队，配军队，传统神教正统。有交陪的，还有做那个进庙，没有交陪的庙就通过而已。这条路一直走，它右向右转，再向左，会到配天宫。
哦，天马行空，哦，好棒啊！哦，竹子市公所市长王如金，这小姐呢？哦，好棒！哦，好赞哦！哦，看，马车都做得这么大，这么好，这么漂亮。哦，那花车做得好大耶！12生肖的话，哦，这午后头零方面我搞给到底。哦，有鸡啊，有马啦，有马有鸡啊，有虎啊，哦，有天野是农有相机。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看，哦，好多花车啊！好，如果12生肖就很多了呢。哦，那公司行号正的了。那国造型，有传统有现代的。
车就很多了。地格车很多了，花车也很多。好多一格车，还有好多花车，还有神教正常的表演。嘉义湖水配天宫，发起圣诞日绕境活动。国语演奏跟表演的。